台北捷运顶礼拜五发生着连续攻击的事件，有4个人死亡，11个人受伤。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来压料，讲当时这个台北捷运站内底竟然完全拢无捷运警察。根据着资料显示，5点23分先还结这个烟雾弹。26分，站长甲保全人员赶到场，但是一直到嫌犯走离开5点33分的时阵，捷运警察才来出现。中大约有9分外钟，拢无捷运警察。为什么呢？讲东港的下晡3点到5点有巡逻的勤务，但是最后一班的巡逻班要6点才开始。这个中竟然有1点钟的空班，即摆嘛引发着检讨的声音。捷运警察伫车厢内全副武装地巡视，确保人客安全。湘北捷运117站本来是由220个捷运警察4个分队咧负责，随机攻击事件后，逐工加派动员320个警力，尤其是台北车头甲中山站，平均是20以上士兵是2倍。延过19，代志发生的迄一天。第一时间真勇敢，挡这个嫌犯的衣加枪倒伫涂骹边，交热心的民众加站长。时间差不多是5点26分左右。延过一直到嫌犯离开5点33分，捷运警察才出现。这时间差不多有10分钟。长在2分钟之内就抵达了，而捷运警察到9分钟之后，而且人犯都已经逃逸了，他才抵达哦。我觉得非常的讶异，他们怎么在排班的时候会出现1个小时的这个空窗期哦？不过，这甲市警局提出专案的报告，议员一个问者发言讲，当时台北车头甲捷运站内底拢无警察。如果捷警本身就在站体内，他跟站长在同一个时间抵达的话，是不是就有机会在站内就抓到张文？我们无法预判案件会发生在何时、何地或何处，所以我们只能以交错编排勤务的方式，以其在案件发生在任何时地时，能够以尽快的速度赶赴现场，造成了勤务的下系。这一点，我们会持续来精进跟检讨。依照现有标准作业流程，捷运警察的辖区以捷运站做分段，警察的捷运往回各站巡视，未固定同一站。惊动社会随机攻击事件，夺走3个无辜的人的性命。社会防护网如何建全是避免危险的代志，搁发生的重要关键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